香港呢個彈丸之地，路窄車多，骨位又細，出街直頭係考驗每個司機嘅實力。不過全新2026年升級版 Geely EX5 幫到你，憑住超靈活操控，香港嘅窄路隨便你轉。唔好以為 SUV 一定笨重，佢採用 GEA 純電架構同 CTB 車身架構，底盤紮實，為你帶嚟豪車級嘅駕駛快感。Geely EX5 配有舒適制動技術，剎車唔點頭，收尾極之溫柔，仲有舒適過彎調校功能，就算面對香港啲急彎同斜路，高速入彎姿態依然咁穩。好多人坐電動車會暈車浪，因為動能回收太死硬。Geely EX5 配備智能能量回收系統，自動根據車速同路況調節。同 T 牌相比，佢加速收油更自然，唔會忽快忽慢。面對全港各大地獄停車場，自帶360度全景鏡頭連停車輔助線，即時幫你捕捉晒所有視覺盲點。就算幾窄嘅車位都可以一步到位，無負擔泊車。Geely EX5 靈活、舒適、好操控，想親自感受下呢份豪車級嘅駕駛快感，即刻點擊下方連結預約試駕，一齊出車走遍香港啦！